近排好忙啊！之前德保監獄啲嘢咧都未得閒講。有個網友留言問我對廣州房產嘅睇法。咁啱嗰日我老母先喺度講廣州間屋加裝電梯嘅事，所以俾人問起我就火滾。我之前講過，我老豆以前係廣州市公安局噶嘛，喺90年代中期啊，嗰陣仲有福利分房，亦即係單位分房。當時咧，廣州房地產泡沫爆咗之後啊，房地產行業處於低迷期，好多城區仲未開發，而白雲區咧就有好多新建樓盤。咁白雲區嘅治安形勢喺廣州係最嚴峻嘅，可能因此亦性價比高啦。所以就好多公檢法機關單位咧，嗰啲樓盤咧就起喺白雲區，返工都方便啲咧。譬如白雲區嘅唐景街派出所，公安樓盤就喺同一條街啊，隔咗300米到啦，我估計。大概喺1999年福利分房末班車之前，樓盤起好咗，然後單位啲人咧就論資排輩抽籤攞房。我哋咧就抽到依家間90平方米嘅，然後用咗10幾萬買咗落嚟。呢啲樓盤最唔好就係啲單位同事朝見口晚見面，放工返嚟成日都係講邊個同事俾人雙規啊，邊個同事出車禍死咗啊，好在佢死咗啊，唔死就俾紀委拉噶啦。一唔係咧就開口同我老母講，你老公又唔知去咗邊度溝女。最犀利嘅一件事咧係樓下有個靚女開住部藍鳥 Bluebird 嗰時嘅靚車啊，停咗喺度，後面咧就跟住一部車，車上有一個男嘅，佢就撥前面個藍鳥女，藍鳥女咧就唔忿氣，就狂倒車，係咁撞，倒車撞後面個男嗰部車，跟住個男車主落車就大叫：你知唔知我係邊個？藍鳥女反問佢話：你知唔知我老大係邊個？跟住大家打電話拖馬，結果兩邊電話一通，人都唔使嚟，各自散。我當時啱好有相機，將成個過程影晒落嚟，諗住發上網，絕對會係廣州大新聞。後尾諗下，大家都係機關單位啲人，作死咩？所以住喺度成日聽到嘅都係負面嘢嚟嘅，風氣好唔好？呢種情況直到大量房屋賣出咗去之後咧，參雜咗外來人員先有所改善。咁講翻依家間屋啦，因為90年代當時嘅政策咧，唔超過9層嘅房屋咧係唔需要裝電梯。後尾政策鬆動咧，依家小區住戶咧就希望加裝電梯。咁疫情前就已經話要裝噶啦，結果疫情咧咁搞到停擺。疫情之後咧，2樓以上嘅住戶咧都想裝，但住喺地下嗰個咧差佬第一時間反對，先同單位領導提，講樓上同事壞話，唔單止，仲要走去住建局投訴。咁然後外牆加裝電梯咧，係咪要睇下牆體夠唔夠實淨？係咪要鑽個窿睇下得唔得？你裝電梯你鑽窿係遲早嘅事啊！但低層住戶都反對。我老母仲神奇，話間屋唔打窿嘅會對風水唔好。我屌，咁樣裝唔裝都柒啦！之前你哋話要搞，冇充分溝通過嘅咩？由始至終一場鬧劇，你話火唔火滾啊？